循在2026年你只要做一个动作，我相信你会更好啊。你要做的动作是搬家。搬家？对，如果2026年有搬家的运化，就顺利搬家。那么呢，你即将会接来一个7年的电视荧光幕的缘分。哇！算命老师都会找到我，他们都讲很奇怪的，例如就是讲说叫你拍奇怪的照片，看我的那个，就是他们会看我的五行，然后又说我缺金，然后又说我30岁之后会开始看到鬼。啊？树成停产树，树成停产树。还有去做研究？有对因为该用是给本来用树，因为亚述国的地度有用树散国的国词。嘿，我就想说，这个怎么念呢？我自己都不知道。还有几讲上爱用会溜球，会溜球，会溜球，你应该唔係講會溜嘅。係啊，係公司的啊。對啊，你為什麼要給陳飛找麻煩？大家新年快樂！上禮拜又邀請到眾多來賓同2位先生來分享開運嘅方法。下禮拜嘅節目咪會繼續延續上禮拜，我哋教大家用辦法快運走，好運來哦！一下就搶下來欣賞今晡日精彩嘅節目吧！打落去總批韓帶來後堂一個橋。好來，嘿嘿。
哎呦批喊机，黑暗哇！老师这个传统歌曲很好听哈。我们客家传统三大药的片板，对，后堂哈，定係重色堂係阿 Q 重色喺度，堂哈，係啊，阿 Q 喺度點嘛都嘛重嘅，冲山歌，所以旋律懂熟悉。对啊。有啲那个批喊机的嗓音懂讲，亲讲有的关键歌词，批喊机，喊很唔关系啊，对也在名，原本夹个名的较传统啊，很多乡曲、上乡曲，哎呀，改名改到重批喊，对，我去看过3拜吧，每一个先生拢讲我晚年哈，晚年会自杀。会不会他们3个老师都是好朋友？哎，那个张香举来的时候，你要这样跟他讲。对啊。我们3个不管他在哪里改名，我们就平分。对，嘿嘛。无穷用的先生啊，无穷用的先生啦。奇怪哈，所以你知道吗？所以我都会讲哈，就毅然决然就。因为我有个好朋友，那硕士2年嘛哈，伊对澳洲过来了哈，然后移居到澳洲。我没硕士堂2年听的哈。一路常来我们家泡茶啦、吃饭聊天。讲知道讲伊改名改到真好，也每个改嘛真好哈。我人都人讲，人都讲望个来，唔等我来看那事，唔等我来看那事。我好奇心呐。堂个先生样讲吼，人。人来家庭爱改嘛，对。不过伊个先生唔系专门算命的哦，伊开工厂哦，伊有做事业没有？就是在家居士用安尼呀，有做事业但是佢本身有兴趣研究一方面啊，他有兴趣研究，不过伊冇扛棒哦。冇啊，我朋友介绍的张譬如好朋友，伊某一件不见得，错，哎呀，朋友提亲好，哎，就带我去，伊讲我改迄咩，啊讲，有相啦，我都写我撞上曲，写好无两秒啊，都讲，人婚姻破掉，然后伊都讲，接着第2句。你的妇科下半身有开过刀。哎呦呀！你是面前让我点呐？讲对两样哎，系嘛？我下后都水讲出来。哎呦，哦哟！所以我会讲啊，像小鬼还是有通灵？不知道呢，模量没有种都讲出100%就印证啦。所以我都会想，重点我会改有样的嘛，伊讲诶。看呀，命哎，还有一朵，还有一朵啊，他是多点点。嘿，伊讲看呀命还有一朵，我讲我吓到，个朵的态度呀、细朵呀，会不会有？而且他伊讲诶上半身哦，上半，伊看我命讲下半身，也不爱讲上半身。上半身，会有生命危险吗？当然就是要开刀嘛，开刀一定有，但是就是说。就是要开刀嘛，后来就是建议改名嘛。阿舅讲会有想不开的念头嘛？他没有讲，他没有讲。所以你要怎么样？那个叫欣赏都改。伊下两个哦，下两个听听哦，危险。一个亲好，好一个亲好，听嘢好都80分，也100分，当然都选100分。批喊，对，名还没懂还有上啊，都带迄80分，也100分。好来，国师级的老师没底下，好来，总雄曲等重批喊，雄曲还有批喊。因为你学像姓名学有很多不同的门派哈。有的人看呢是用生肖来看，有的人用比如有的用金木水火土来看。你先看一下哈，你特别用雄曲的时间。我老大家讲哈，大家最记起啦，你妈最吵起了哈。你喺讲好名的时间，尽量唔好用14。19、20、28、34，你50八还會有開刀，也係講受傷。你講你咩嗰種係講想不開或者什麼意外啊什麼的，盡量唔好用你50八，
哦，除非你把思懂啱。哦啊，尽量唔好用。啊，你看笨蛋几条道人用的是，其实几条道人格数哈，条道用意思吧哈。意思其实好，条道人让他分享哈，他对机器了哈。你尽量唔好用28、29、28、29，我都准寡妇运。准寡妇运，哇哦！啊，唔好用21、23。33、39，或者首领寡妇运，即首领寡妇，就讲女生事业很好啊，婚姻感情不好啊，要不然的话就是来讲，因为他首领就是他带头嘛，我要管很多的人啊，然后可能家庭也都是我在管啊，其实你讲我好力用只秘法嘅命啊，有买可能讲做啲客介过来有。你的老公，迄军人、警察，常常冇出国卡，叫我破的。係啊，佢都冇出國卡啊，所以我講王寶钏苦守還要18年，啊，準寡婦不是一樣嗎？我家裡頭，我就算電燈壞掉，我都要自己家來換啊。先生都冇出國卡，不能照水電工來換嗎？做。因為是說沒有那麼隨時可以就有人照顧依靠。對啊，所以頭班人講啊，你講你按年的時間，先生常常都不在家，所以我頭講先生係軍人啊、警察啊，你講像啲當到人就是我個人做生意啊，冇出國卡，按你用按年嘛做得，唔過吼，等到佢退休轉來，哇！很快就會有問題，係哦。啊，第三咪睇下機器，命唔好用9、19、20啊，9、10、19、20，啊到孤獨運。孤獨啊，孤獨啊，有啲時陣夫妻溝通啊，乜嘅啊，都會有問題啊。係啊。啊，然後盡量唔好用22、26，我都桃花煞，婚姻感情方面還會有問題。啊，唔好用28、34，我都生離死別之術。意思他也講唔係講生離，唔係講離婚啊，分開啊，那有可能有一張合作出問題咧。啊，所以你看那笨蛋一到人，34加起有些34。啊，所以你講用筆畫數理，人格影響最大啦。那當然影響最大。啊，雖然我就說他這裡是20換19，不過總比話晚年運老的時候晚年運它改變了。啊，聽一點哈，有啲用生肖的時候，大家看哈，那生肖修龍嘛。修龍，尽量我們用銀兩隻絲啊。啊，還有龍不吃五穀雜糧，它不太用禾啊，或者是草字頭啊。還有米，下面有個菊花，那個米。對，那主要那個是草這邊哈。為什麼用這田當唔會在草堆裡頭守來守去？那是蛇吧？對，那叫降格，龍變成蛇，要放低身段，委曲求全。所以你別讓你懂得事情，你要去配合人家，配合家裡，配合先生，配合那個，所以那個時候就會比較谷底一點點，會比較低潮一點。那很多別人喺某個時間我講太緊啦，跟大家分享哈。你命34一到20歲，可能你想20到40，可能你嘅命，啊，動王24，啊40以後到60，可能結婚24。天意雜事開頭啲到哈，喺講你年紀較細時節。個你讀書方面會有影響，啊講較太啲人嘅事業做事情嘅時候會有影響。天一則是啲啦結婚到下一世啊，然後你嘅婚姻感情有關係。第三則是開始得到，然後你嘅財運有關係。結婚到下一時節哈，你到人是然後你嘅財庫。做存餘嘅錢有關係，啊唔過你到你是又來切開了哦，你從你上下嘅時候，淡薄你到看誰來，看人來嘅，下半你到可能看人係冇嘅，啊喺講你從你切一般咧哈，啊你也是動作很你看你邊做秀咗嘛，邊做秀代表係你來嘅，啊邊代表。
你的妹。哦，男左女右。嘿，啊，因为所以给他拉迄主位，就知道给左。啊，韩不是左啦。啊，那个不是左。里边有水，有水。哦，那是水。因为在后面那个形上啊，伊学的係生肖姓名學。哦，生肖姓名。你講用生肖的角度裡頭，我睇講，一到個水啊，哈，對於龍來講，海龍王幹嘛海啊，係咩水嘛？哦，對。啊，洞庭湖龍王虎咩水嘛？哦。啊，還有一個門神的故事裡頭，剛剛還有一個就泾河龍王。啊，門神的故事裡頭，泾河龍河流啊，所以頭半年湖河江海全部都係水，都有龍王。就是風水就行雲流水，都知道嘅。而且掌握天時地利。哦呦！所以你看這個名字裡頭，這裡有水，這裡有水，裡面還藏着一個水。哦，所以他當初用的是用生肖姓名學去幫他取。那當然，你如果說考慮到筆畫啦，考慮到金木水火土啊，那就還有不同門派不同的想法。但是在生肖的角度裡頭，它就是一個好名字。生肖的封面在後面哦。他這個生肖會不會讓他晚年有想不開的這個新的名字？其實在你生肖就底下年哈。1到20， 20到40， 40到60， 70到這邊，它總比話31是好的，對不對？所以它後面這邊又要回到姓氏裡頭來。為什麼？頭班人哈，大家族啦，不管用如果被大兵都落一些退休的轉來，回到家含飴弄孫，所以最後又回到看到這邊的來看。所以這個地方，好，我如果就這邊來說的時候，就說晚年運原本它就晚年比較沒有那麼，但是31畫，因為這個地方總比話你50歲以後，哈，比如他這個51歲以後就看到這裡31。啊，名成利就啊，對於事業工作、那發展啊、財運啊都有加分。好，那你改了以後呢？改了以後有沒有覺得？改了吃到有較好嗎？吃到有孫啊，至少心情有較好吧？當然有啊。對。你看也還買了，這邊有他，也係個批函機嘅。一個北京故宮買嘅。故宮買的，這貔貅嗎？就去玩，然後看到就買這來。一個係呢高雄佛光山嘅買墨玉。墨玉。哦，你說以前有可能代購嘛？係有。以前有帶來節目底部度。唔買了唔用，你不看嚟的。你看門口啊，接菜啊，門口很多人大宅院這樣的。今年要放北方是不是？沒有，不是。貔貅它就是招財神獸，那因為它也特別有人講，然後玉皇大帝也他那個就是因為他以前犯過錯了，他偷吃了瑤池金母的那個家裡的金銀財寶，所以他就給他肛門封起來，他就變成只能進肛門封起來。他剛有聽錯嗎？沒有錯，因為他把人家的那個金銀珠寶全吃掉了，後來他出來，後來他就罰他嘛，懲罰他就給他肛門封起來，所以他後來就變只進不出，所以他只會咬財而已。對。啊，所以你要不用門後咬一尾，對，咬進來，它不會吐出去。哎，懂好。所以愛開門後搓。搓用不用搓。而且該說哈，紅色、紫色、咖啡色色系是你的幸運色。所以那個顏色非常合你。對，懂漢。恭喜謝謝老師。是嗎？對，好來。艾菲爾老師們有的建議。我覺得這個佩涵啊，其實你不用擔心啊。雖然是說有些老師說你運途有好有壞，但是你沒事不開心的時候，你照一下鏡子，因為你嘴巴長了一個字，那個字叫做聰明字。聰明字是聰明字，愛吃字啊？沒有，那個是聰明字啊。長在嘴巴周圍的都是聰明字嗎？沒有，那個位置是聰明字。對，所以呢，雖然說運途有好有壞，但是呢，你用智慧來去做判斷。那真的，我仔細看了一下你的命格哈，你不用太擔心，你可以問一下你的父母，你的父母應該是生了你之後家運更好家運更好，所以你是為家裡帶財的人啊。那麼我們人生在世，總會有這個每一個年齡或每個階段不同的運途，會有坎坎坷坷。你不要怕哈，你的幸運地點就是娘家。
哦，对你回家，你父母其实就是你们都是互相都是贵人，所以呢，你有不开心的时候，不用去问一些江湖术士，你回家就对。哦，对，家里还是最后的牵挂。其实你的命格是运途是非常好的啊，只不过你有时候自己不要纠结啦，有时候你爱钻牛角尖，反而就绕不开。但是你一钻牛角尖的时候，马上照镜子，聪明，我的智慧，对。我曾经要去把这个字千万不要点掉。这是你的智慧又长在这。然后那老师说，我说不好看了，把它点掉。老师说不行哦，这科不能点。不会啊，堂哥心情好好充满。对，什么两位先生？哎，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哎呀，恭喜哦。觉得我们的义军在2026年你只要做一个动作，我相信你会更好啊。你要做的动作是搬家。搬家？对，因为呢，你有一个运啦，它代表说你有一个搬家运。如果搬家了后，可能会接到一个新的运，你即将会接来一个7年的电视荧光幕的缘分。哇，赶快！
的海大湖江。哎呦，非常好听的一条歌曲。你闹捏冠军歌手。对。洪一拳有吗？有冠军吗？有啊，今年都总冠军，买总冠军啊！唔对啊，唔記得，啊精彩啦！當聰優呢？高頭做啥呢？高嘅就高嘅，高嘅就高咧。頭擺嘅名嘅時節，你還有彭一拳啊？彭一拳，今日有改名，有改名，有改名。以前彭思拳，然後彭一拳，中間改脫點點，係啊。以前我記得去年係因為。一種係去年改嘅，改嘅係嘛？去年改。講嘅因為嘅身體走什麼運啊？身體嗎？是身體的問題，還是事業的問題要改？身體嘅問題，對，係就改嘅。啊，有度學發彈曲嘛，恐龍同埋發，伊講阿毛就改咧，用伊咧新嘅名嘅，重新再來，重新出發。有感覺知道較好嘛？身體有下欠嗎？冇咧，沒有啦，就係。2025年上半年，就上半年，我比較就是農曆新年可以是，還就陰抽就是感冒，然後陰抽就初五號可能醫生沒回診，他幾多拜都。還有在流感，應該不是，應該是流感開始，可是就開始轉成。普通感冒，可是就是陰抽，就是一直抽哈，藥會升唔到。哎呦，對啊，這個就是一個對啊，這個治不好的一個毛病。會影響到聲音。因為我一直以為是疫情過後的感冒，副作用很難咳嗽，很難好，很難完全痊癒。對啊，然後一直到年中，可能感冒好一點了。就可能就可是影響到，可能出會半年，然後就我以前車禍被撞的那個脊椎的舊傷，就它被牽引起來。哎呦，對，出痛態啲嘅。有出緊痛啊喲。近啲來到呀嘛。就是以前嘅脊椎有錯位，可是就的經驗就特別的那個病灶的。感受疼度越來越嚴重。那有去看醫生嗎？有啊，見下就陰州復健嘛，就是含槍膏這就是有幾少見啊？醫生先生，因為可能佢講有下好些。物理治療啦。那你有沒有什麼其他的一個改運的東西啊？佢之前一槍動刀呢，接有個改運的東西。改運啊，因為大家經驗有在上一些身心靈方面的課程，然後就有老師就是建議我就是帶捷克綠隕石，因為我其實捷克什麼綠隕石，隕石，天上飛下來的隕石，隕石不是很貴嗎？不便宜。哎呦，才捷克的呢，對啊，你是要降落在捷克的，還要綠色。捷克還好跟我們有邦交。主要也是講，就是把心安下來。然後因為我上那個課，他其實基本上就會講到，人體的7個脈輪。是不是你上課那個地方，他們有賣隕石？沒有。又來，又懷疑論了。又是懷疑。對啊。是不是也有跟你說名字不好了？同一個老師？也沒有，都不是。都沒有。對。肯定。對，然後我就真的就是因為現在就練習，比如說睡前啊，或是覺得很焦慮的時候，就會去做冥想練習。對，然後老師就是就用這個方式去輔助。但是我覺得你還是跟你比那個這位老師還要 tension 更放不開，更緊哈，你更緊。我更緊，你是不是名字也有密字吧？對啊，是因為我們剛好都一顆星在摩羯。哎呀，摩羯座，黑暗勇哦，就是覺得比賽都壓哈哦，比賽時間那時候還蠻放開的，所以你看就很自然就冠軍，對嗎？但是你比賽結束後來，我看你的感覺就是越來越丟，越來越丟。有啊，有嘛，你們大家都常常看到他。接度到嘅事。咩有可能係因為佢，我記得前幾年係唔係有就是肺炎，他肺炎好像之後有咩影響一層呢？我知道有可能跟這個事情影響到身體生病這件事情，影響到心情，就是
就会觉得。我们来问一下老师，掐欣赏。对，刚才就做嘛。因为去年过名的嘛。你本来是那个将士的士，士农工商的士，然后金字旁的军。也过都也长，义军其实最主要就是给他 Q 年哈，你给他读，刚刚有3个星嘛，第2个影响最大叫白虎，白虎帕父，帕父，真的是。白纸黑字是给你讲白虎星，而进到命宫里头来，那它就是整个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那个，其实不只是腰背啊，整个颈后这个地方都有受影响。脊椎哦。对啊，整个脑干哦，一直上来，它会影响连睡眠品质都会受影响。睡梦哦。所以他当然带这个杰克绿陨石，我觉得他以前是这样讲哦。我们有些喉咙方面，如果你有一些工作方面是靠喉咙，那我杰克绿陨石它就是一个很好有帮助的一个。因为其实观众朋友买陨石那些，它陨石是不用中啊，它有一般是买黑色的嘛，有黑陨石跟绿陨石，绿陨石比较少。所以它价格，刚才讲价格就有落差，价格就不一样。但是绿陨石对于我们，你戴了俩就黑黑嘛，他脖子上戴的就是。真的，哎呦，真的呢，这真的是陨石。是可以乱摸吗？哇，哪一个星球掉下来的？可以啊，就8327啊，这个要问他。真的。那个基本上就针对我们的喉轮嘛，对啊，喉咙，你看很多的朋友啊，不管冲口啊好，演讲啊好，然后主持人也嘛好，我们都用喉咙的话，这个对它会有很大的帮助，而且第2个它对财运有帮助，正财方面对财运、工作方面的财运，它也会有帮助。刚刚大家很好啊。很好新的一年里头，Q 年因为帕夫的关系，不过新的一年底里面来看到它是一个叫龙德星，它给一张12个生肖里头，它有好的星跟嘛，好的里面最好的一个，刚好新的一年。2022年命宫底部，所以对于2016年，恭喜，对，是很有发展，所以Q 年跟身体不好，慢慢，它会调整啦。我前面好一了。做没关，你其实有可以去找看，它有一些就是对于气血比较有循环有帮助的，尽量让你颈后身体那个气血流通能够活络来，会改善比较多一点。对，睡梦去泡温泉啊，泡温泉应该有没有做的吧？泡温泉嘛係一種方法，係一種方式。唔過運動咧，還是來跟大家分享。來，家裡百味係嘛哈。係啊，新的一年底邊哈，我剛剛列在方位裡頭哈，就是東南方，它是9子方位。那對於事業工作發展，大家不管你 Q 年好啊唔好，新的一年底邊你要記得哈，列在方位裡頭，你要來整理乾淨。整理乾淨，東南方你要整理乾淨，不要把你的雜物、某一種的東西放在那個地方。有一年我媽讀了有位朋友他就丟，他要一堆以後他才送去洗啊。其實有時候你放在不好的方位裡頭，影響就不管了。但是在好的方位裡頭，會把你好的運蓋掉。所以一定要記得。那其實這個方位裡頭，我們古代說，紫氣東來。那它是一個好的，對啊，我們以前對啊，皇帝呢也都是用這個所謂的這個所謂紫色來就形容一個好的一個呢，所以第二在方位裡頭哈，那觀眾朋友一定要記得把它整理乾淨，那對於新的年度裡頭會有更好的一個發展。東南方嘅本地鏘鏘麗麗，對，冇錯，你要正經的，來，那艾菲爾老師有咩建議？好，給那個義軍一個建議啊，其實你會佩戴這個傑克隕石啊，其實也反映出你想要獲得靈性的一個能量了哈。因為傑克隕石一般來講，我們在運用的時候，它是開啟我們的所謂的靈性的能力。那麼從你的命格來看，從你的這個星座來看，其實你這個今生有治療的能力。對，所以說你現在所遭遇的人生中的一些各種問題，或者是健康的問題，都會成為你去幫助別人治療別人的一些
的经验或者是一些功课啊。他是很热心的，是，而且我刚刚要替那个义军啊，就说几句话，因为你们刚刚都欺负他是不可以的。好，我们欺负他什么？没有了，我只是说他比较我不是，他是没有脾气的人。哦，对，他是没有脾气，因为他是太阳，然后跟这个火星都是巨蟹座，所谓的没有脾气是说逆来顺受，比如说人家开玩笑，他也就接受，或是人家如果对他不好，他也会接受，他不会去反抗，所以这样更累。所以说可以说，我们用现代化的说法就是暖男啦，暖男，哎，所以呢，软的不是暖哦。看他马上反击了，所以软男也无所谓了哈，软男也好，暖男也可以，反正它是一个可爱的小动物了，大家要爱护它，爱护它，就是吃软饭的男人呐。真的哈，对，但是我是觉得哈，其实我觉得我们的义军哈，在2026年哈，你只要做一个动作，我相信你会更好啊。你要做的动作是搬家，搬家，对，因为呢，你有一个运啦，它代表说你有一个搬家运。如果搬家了后，可能会接到一个新的运，那么这个新的运会走7年。哇哦，对，而且你会有更好的这个娱乐圈曝光的运气。对，所以呢，我觉得给你做一个建议，如果2026年有搬家的运法，就顺利搬家。那么呢，你即将会接来一个7年的电视荧光幕的缘分。哇！赶快！搬家，马上！人家说搬一个家旺3年，你还旺7年？对呀，531吗？是啊，是531。我找房是什么？519，51931。你看到531是啥？走到旅馆去了。是一个扣的吗？531是你的房号吧？对对。没有，你怎么知道那么清楚？好不好？什么？谢谢老师，谢谢，恭喜哦！哇，搬家。到目前为止的6位朋友都糖豆是今年有懂孙哦。嘿，今年都懂孙。对，接下来这一位了哈。我就不知道了，但是要介绍之前，我们艾菲尔老师接下来要帮我们做一下测验一下。没有，这个来看一下，是2026年哈，有星座的朋友呢有一个排行榜。哈，那么观众朋友一定会很好奇，到底呢我这个星座在2026年哈是不是能够排入前3名？有。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3名了。好嘞。在公布答案之前呢，我们先问一下我们主持人哈，我们牛哥是巨蟹座嘛？是我们的这个女主人是这个是什么星座？吉娜是狮子座哈。我是巨蟹最后。没事，722，我们就来看哈，来看有没有第3名上榜的哈，来看一下是谁上榜的，来巨蟹座，巨蟹座，1名没巨蟹座的样子。对，第3名有上榜哈。这个巨蟹座罗哥到底在2026年走什么运势哈？胜券在握。人运哈，人生干嘛呢？崭露头角。哇，他还要崭露头角。哎呦。那代表说这个崭露头角真容，对，不是只有舞台当中崭露头角，而是人生的运势。是人生的运势。这个人生运代表是说哈，你的人生的这个发展不仅仅是事业的成就，可能你做人、你的人品，或者说你的这个你要当爷爷了。人生含饴弄孙的，对，所以整体的观众朋友，如果说你是一个巨蟹座的话，代表说你人生成就达到一个新高峰，在我们的2026年。哎呦，各方面。以后呢？对，没以后呢？这还真，我跟你讲，我最近就是很奇妙的就碰到2位，他也不是老师哦，也不是什么，就是他可能有一点感应，他就说我至少还有很长的一个大运，对啊，连2天啊碰到2个人，2个人都这样跟我讲。大运哇！是哦，那可以把握一下。这个就代表说有一个宇宙的讯号。OK， 来看一下第2名呢，什么星座这么好运气？我们来看一下啊，来，摩羯座有没有上榜的？有没有？哇，还有这位，恭喜你！谢元吉老师也是摩羯座。家属长妹黑，是，来，容易。这个谢老师一看就是容光焕发，没问题啊。来，摩羯座获得好运气是财富转亏为盈。本来就赢的就更赢。对，如果说本来已经是富足人生的话，那就越来越多了。但如果说过去你少赚一点点没有问题，2026年绝对是反
归为盈，越赚越多哈。然后呢，整体来讲呢，你在获得财富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摩羯座就回馈家人就好。还好不是转盈为亏就好了。转盈为亏应该在另外9个吧？另外上榜哈。来看第1名是谁这么好运气？好了，来看第一名，狮子座。绝对没有作弊，因为我查了，确实没有查到你的这个你没有公布啊？你在你的 FB 上面也没有想说你的生日都锁起来。对，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就是实际是如此了。来，狮子座在2026年获得什么好运气啊？是收获呢权力、民生。权力、民生哎 ，My gosh！ 所以呢，大腿在这里，大腿。哇，所以呢，收获2种东西啦，一个是权力，一个是民生，就代表说你会越来越旺，在职场当中的你的专业度会备受肯定啦。如果是说有主持的啦，有经营什么的，一定能够获奖连连。他现在主持好几个节目，获奖连连。我有吗？没有吗？哦，你共播天团，好几个，对啊。所以呢，狮子座就2个了。我们观众朋友，如果你也是狮子座的话，就持续努力。2026年绝对是丰收。谢谢佳琪，狮子座老师上升可以看吗？也算，上升也算哦。恭喜！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哦，谢谢艾贝尔老师和志 C。哎呦，好了，心情很好哎，谢佳琪，好棒哦，是不是很好？对呀。哦，来，上来谈心情后，引冲过嘞，请家期待了后堂过去哦。来，谈快了啊！算命老师都会找到我，都说要帮我，是不是？就是他们都会说我可以免费帮你算，他们都讲很奇怪的，例如就是讲说叫你拍奇怪照片，看我的那个，就是他们会看我的五行，然后又说我缺金，然后又说我30岁之后会开始看到鬼。
芭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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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伟如在旁边做动作，这样好像皮诺可，就是那个怪异黑杰克的那个皮诺可啊。有枪吗？有枪吗？哦，你也是动漫迷啊？我不是，算是吗？哦，我至少知道怪异黑杰克啊。哎呦，那好年轻哦，你啊！怪异黑杰克，罗哥，你应该知道，他以前叫怪异奇博士。哦，奇博士哦，对啊，奇博士。哎，为什么要解答这题？而且我还跟人解答出来，我的妈呀，张嘴！哦，他现在有改名了，是吧？怪东丢嘞，怪东丢了。哎，他好像皮诺可，好可爱。哦，是。好了，你等下再下去找谁是皮诺可。我找那个干嘛？他本来就很可爱啊。对啊，她就是灵气少女。还是听说他去年差点发大财。对，真的是吗？差一点。差一点就是没有。对，因为去年买乐透，就是2025年那个财运很特别，就是钱都是突然来一笔，然后就突然来，像跌周嘛，该怎么突然发横财一样，就大笔进财。你捡到钱吗？就是去就是有迷上高杠杆投资。所以高风险投资吗？高杠杆投资，然后就有还有甚至还开到100倍杠杆，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哇，赚钱好容易。艾菲老师尖叫。高杠杆是什么的投资来？是玩一些那种虚拟货币，或者是比特币一些有点赌性的东西在里面。是哦，客家币危险很多。对，那时候还觉得客家币是拿去客家市集用的。哦，是啊。对。那时候还以为自己是投资天才，然后就对，然后所以有投了一笔钱进去，然后有赚，就一直翻倍，那个钱就一直翻倍。那几位数？就你最多的时候是几位数？就几十万，然后几十万就是7位数的。对，然后就有一天不小心太大意，忘记设止损，就全部都没了，就爆仓，全部没。对，就没嘞。但还是有分散部位投资，但是那个合约的部分就都没了。哇，他还讲的，对啊，就没了就没了，没了就没了。没想到你会玩这种，对呀，而且赌性那么强哎，有点像宅女啊，她应该会玩吧？对。可是我好像可以理解，因为我也会做这种选择，我就是下去啊。我去过他家。哎呦，你怎么突然报这件事情的书柜？对啊，你好突然哦，以前要一起合作要练习的时候，他家的书柜有那个什么，就是投资理财跟书，什么穷爸富爸之类的。哦，聊聊书，就觉得他很特别。就是在美玲还没出现之前，他本来想把对我们本来想要把对啊，你有去算过命，说你跟他不合来我其实没有特别去算命，但是算命老师都会找到我，都说要培养你，帮我，是不是？就是他们都会说，我可以免费帮你算。你没有去找人家，人家怎么会？你是不是他们觉得你看起来是涉世未深，然后很容易骗的样子？应该是。他们都讲很奇怪的，例如就是讲说叫你拍奇怪的照片，看我的那个，就是他们会看我的五行，然后又说我缺金，然后又说我30岁之后会开始看到鬼。你黑唔黑赌都假朋友，假朋友，没有。搞不好跟张佩涵是同样也在竹科附近吗？没有，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说什么我上辈子，他一开始也是说免费算，然后就讲一讲，就说我上辈子是西方的女神，然后西方维纳斯，然后他就说我这一辈子是以旋转的姿态降落到人世，旋转的姿态，所以他说我头发白白金金的，然后今生最大的课题就是感情运势。然后他就说你要连接维纳斯爱神，然后他说你要听更多就要付费。我哋喺看天视做几栋电呢？对啊，这听起来好浪漫。但是他这装扮看起来就是很疯啊。对啊，而且他也记得太清楚了吧？我就说你是一个西方的女神，你是用旋转的方式降临在这个地球。他是翻白眼，然后一直在跟我讲。好，可是翻白眼不是 key 档吗？我不知道。然后我就是领钱。那你怎么有这个机遇去碰到他？我去，你去领钱，你领钱，
因为很好。你要连结维纳斯爱神，然后你就领钱呢？他有跟你要钱吗？因为他想听更多，更深入要。对，要付费。哦，就很多网络那个。他先让你迷惑，对，因为我现在在这边我就迷惑了，我根本听不懂。然后他就是试图迷惑你之后，然后就跟你说钱拿来，我就告诉你清楚一些。那你后来解答了吗？你付了多少钱？2000块。哦，2000块。然后呢？2000块，然后他就说，你要连接维纳斯爱神，要再付多少钱，然后再买那个卡，然后要放在枕头底下。然后你有继续领钱吗？没有了，这次又没有。还好。那你到底是怎么样旋转下来的？不知道。不知道。你是像一个那个以前那个竹蜻蜓，竹蜻蜓，还是龙卷风？咻，你没有问清楚。我觉得很有画面吗？我就很想再听更多。我觉得有画面吗？对，问一下老师，问了老师，这个是他是不是很奇妙啊？对，其实我觉得有很多东西，我必须这样讲，因为有些人那些想法了哈，他很容易受影响。啊，你刚才讲的那个，其实他要连接维纳斯很荒谬，你看，头发晶晶的西方女神，那个以前在忠孝东路整条都有在。对，就好像行天宫那个地下道一样的，它就是有一个套路模式嘛，就是先怎么样，然后再来就是。你要掏钱出来，我再跟你讲。他还中西合璧啊，他还翻白眼。对啊，因为他一开始就是不用钱可以吸引你听嘛。当然也可以那个，但是也有比较夸张的啦，也有就是说你如果你会有怎样几天里面会有厄运，厄运当中怎样如果他还讲给某人用你可能就会怎么样所以你就害怕相信，对，所以一般来说，大部分像这样子相信去那比较少，因为大部分都是一个是恐惧，害怕，所以他会去付钱去做的。第二个大概就是傻，被骗，但是小女孩很好骗啊，又单纯啊，对啊，其实给本身的运势本来就不错了，所以不用想太多。那至于讲用西洋的方式，就是西洋的神来那个就比较少一点。你感觉比较相信那个？一点点几率都没有吗？你说你是西方女神吗？还在疑惑。可以，你是女神，可以。自己真的是女神，你可以当。我觉得这个世界没有不可能的事情，是有几率的。你就把自己当女神没关系。我不用收你钱，我可以告诉你这个，好不好哈？那老师有什么补充？他财运的部分呢？财他那个杠杆原理。对啊，那个为什么会赔那么多钱？因为去年犯太岁啊。犯太岁。什么？因为普通人讲犯太岁节运势是讲有2种，一种是大好，有时候有些就会大落，杜如你去年杜如犯太岁所以而且你去年是乙亥年生的，你是乙亥年生的，所以去年上半年度里头它是走乙，所以你整个前半段是好的，但后半段的时候它是正冲。所以你后半段就会往下走，所以它的起伏落差就会比较大一点点。不过新的一年度里头，你佳琪整体的运势变得较好啊。会较好啊，要保守投资。不过有一颗星比较特殊，它叫死符星，就是说，如果在新的年度里头，你讲有这个机会，有人。不管家里就比如丧事啊，或者是医院探病啊，或什么，尽量不要去。而且只要尽量避免，整体的运势就会改善。其实我可以跟你建议一个方位。方位了。我们把家里头格局都把它平均分9等份，记得居家环境的东北方，它叫做四律文昌，它跟我的判断、分析、记忆各方面都会有很大的关系。你可以把过去所有经验里头。一些所谓的那个都可以把它经过这个方位的这个调整，你其实会有很大的进步。你试试看啊！我曾经有遇过，我真的有遇过。我有一个算是一个客户啦，他比较特殊，怎样？70几岁，快80岁。人家去读硕士毕业。哇！
然后我就想，然后我就非常惊讶，我说你年纪这么大，为什么还要去念那个？后来反正那时候在他家里头看看啊，我就说这个方位里头是你们家的文昌位。他说他平常都坐那个位置。所以难怪他读书的哈。对，即使70、80岁，他还是头脑非常的好，记忆非常好，而且他是他们家最聪明的一个。你知道，我讲的所有东西，他们家里头年轻人可能都还要他。可能我再讲一遍，第2遍、第3遍他来翻译。可是呢，他只要我讲一遍，他就会全部都记得，而且能够理解。70几岁还这么好的头脑，记忆还这么好，很厉害呢。你可以试试看，我把这个方位调出来之后，对你的未来。不管是读书、记忆、判断、分析各方面能力，都会有非常大的进步。老师意思是说，谢老师是说要叫你脑筋清楚一点，多会增加你的智慧。好 ，OK。谢谢老师。好，那请艾菲尔老师。其实我给佳琪一个建议了哈，其实你刚刚所提到的一些问题啊，我还是觉得你命盘一个最大的状况是说。你很容易遇到诈骗问题，对，而且是一生的问题，一生的问题。其实我们老师都是做命理的，我们不会在街上揽人，你知道吗？但是如果说你真的要在街上揽人的话，其实也是有一些所谓的江湖一点诀了。你因为我们的佳琪的眼睛看起来像无辜少女的眼睛，所以她就会容易被我们的一些讯息所影响或者是左右。所以呢，我觉得建议佳琪就是你戴一个有色的眼镜出门，对，不要让人家看到你的眼睛，因为你的眼睛就是那种童真梦幻的眼睛。所以我跟你讲一些什么玄学的、梦境的或前世的，你就觉得特别有兴趣这样子。他对这方面也特别有兴趣。但是我是觉得，第一个，你对这个有兴趣的原因，是因为你的水星在第9宫，第9宫它是天上的知识，你对于这种玄学啦、什么宇宙的知识啦，或人的来源，或灵魂所去处啊，你都会非常喜欢，类似外星人啊。但是我刚刚讲，就是说我们回归于现实啊，有关于求财这个部分，你不用求偏财，因为你没有偏财。真的，所以说你要杠杆5倍、6倍、7倍、8倍，那个都是转眼就消失。所以你要越求偏财，你是越不可得。但是如果说你求正财，像过路财神一样。是的，你求正财没有问题。而且我特别提醒你哦，你学这个宇宙知识也可以啦，但是你最好是学这种跟经商有关的部分，因为其实你在赚钱的能力上面，其实你是有2把刷子的。但是不劳而获的财你是不用碰，因为你是天生没有。所以你可以学习，例如说像艾菲尔老师这样，他们就是会有很多这方面的知识，然后你就可以帮人家解惑。像老师这样是有这样的天分，对。OK 吗 ？Gaki， 好不好？记得要给东北方哈，好 ，OK， 东北方要注意一下，长智慧，长智慧，送 Gaki 安子噻。3月奉新一代的后堂歌曲哦。好来，躺个啦。一片一片的浪漫地，一步一步负重前行。可以演直剧嘛，对不对？其实我已经从命盘里面帮你看到你可以适合的角色，你没有办法演人类。仙女，她演仙女，演什么？看她演那个类似聂小倩这样子。我跟你说，我真的很想要演鬼片，而且不是要演人，是演鬼，因为我跟你讲，我视妆真的好可怕。一夜一夜的世纪。
前行，一页一页都是记忆，我们都是奇迹，一片一片都落满地，一步一步负重前行，一页一页都是记忆，我们就是奇迹，一遍一遍告诉自己，一天一步负重前行，一天一天我不放弃，这一世绽放美丽，一遍一遍告诉自己，一步一步负重前行，一天一天我不放弃，一生一世都绽放美丽。我今年的诉求了吗？头发开，头发开，你不是有男朋友吗？男朋友吗？我要人缘桃花。哦，人缘桃花很好啊。对，人见人好啊。新云更好啊。他就平平啦，我觉得平平就没有什么大起。金钟还有表演呢。哦，讲到这个就是，我平平没错，但是偶尔三不时衰神降临的时候就是很衰。怎么说？就金钟表演那一天呢，那时候呢彩排的时候，我真的很久没有这样，但彩排的时候就是不小心，就是彩排下楼梯不小心就是拐到脚，踢到不知道什么，然后好像有人推我那种感觉，就整个往前飞扑，你知道吗？扑街啊！上场前都彩排，就扑街了，你知道吗？彩排啊，对啊，不是正式表演，对，彩排而已。彩排就是就要上场的前彩排就破街，然后你又怎么样？可是我讲建议佢破街，建议爱督导佢，因为所有的 DJ 都讲吓歪了，因为他是狗吃屎，哇，你撞到这边，脸露地这样，天啊，给他肿了呢，下巴在这哎。然后反正全部的人都很害怕，说你没事吗？你没事吧？但我全身都很痛，因为就是去撸地嘛。然后我就说没关系，只要我的脸没事就好了。脸没事。而且给他高跟鞋还在旁边，真的是飞出去。哇，你扑这么远，很可怕哎！我从小到没有这样跌过。那还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吗？去年有发生？还有一次很衰，那真的是我真的很久没这么衰过的，就是要去主持在一个有点荒郊野外的一个庙里面。你要主持庙会啊？它是一个颁奖典礼，那个庙的基金会办的。然后呢，要到那个庙，我的车程已经快要快2个小时了。对，然后呢，主持结束之后，想说还要回程了，就一看手机，10%。便利剩10%，然后我要叫车，叫不到，叫好久，叫到终于叫到剩3%，哇！然后剩3%，我说没关系，还有3%，一上车打开我的钱包剩100块，我就说，我本来想说干脆直接就开回家，就贵一点没关系，剩100块，就司机帮我到附近的公车站，我就去坐公车就好，然后到了公车站牌之后。手机一拿开没电了，我要查个公车时刻表我都不行。那你们为什么不直接坐回家？因为没钱叫你爸爸。对呀。什么意思？我看着你比他还叫你爸出来付钱。你比现对啊，你叫你爸妈。那一给马皮呢？我忘记了。叫你爸妈下来付钱是长得漂亮傻瓜是不是？我已经是那天慌了。我慌了，这点衰神降临，就是有时候你怎么了都不知道啊，真的。对啊，比佳琪还天真呢。对，然后反正我就在那公车站牌，好热，那体感是39度的夏天。你等车？对，我就等，因为我已经不知道我不知道时间，因为下午那班车已经走了，他们就是上午一班，下午一班。真的好久哦，真的对，差不多了，因为我等好久。搞不好你走路都回到家了。没办法，对，反正就等了很久，终于来了。我自己感觉用生理时钟的去感觉，我至少有半个多小时以上。OK，然后来了很开心，然后一看你没带悠悠卡，满了，对，不在，他就这样挥手，然后就开走。真的荒郊野外没有什么人，就只有蚊子，知道全身都被叮，你知道吗？又很热，然后终于用来一班了，又满了，都在学生，那都满了，我死定了，连挤都挤不上去，他不给挤。然后反正呢，终于第3班终于有位置，我上车，我真的觉得我太可怜了，我就在公车上默默落泪，因为好舒服，有冷气吹，就觉得刚刚真的太悲惨了，然后就默默哭了。然后还没结束，然后下车，终于要下车了，然后打开钱包看。
掏，先逼悠悠卡，哎，余额不足。我说太衰了。何欣云怎么会有余额不足这种事情？那有时候悠卡了吧？月票我没加值，我不知道啊。是上车就要逼的吗？上下车都要逼啊。反正余额不足，然后我想说赶快掏钱包，因为很多人要下车或干嘛嘛，然后我就赶快掏最后一个，靠，少1块。少1块还好啦，就很不耐烦，对，他很不耐烦，快一点。啊，算，然后我就好不好意思，然后我就下车。我真的觉得那一天我过得太悲惨了，你知道吗？就衰神降临，这其实你可以在第一 part 的时候就解决这件事情。对，所以他有时候衰神降临就是照顾的事情。对，其实脑子混沌，他不知道他自己就是衰神，他自己就衰了。对啊。这种带赛的人最好不要带在旁边呢。他也不会啦，他不会啦，只是可能那一天而已啦，那一天衰而已。那一天把1年份的衰都，那就很好的。对，如果是1年份就不算太衰。那其他就顺就好了啊。对，这还好。有时候这也是一个你看经验，上节目你可以讲。对，我既然有故事可以讲。对。以后你就知道啦，对不对？这种事情直接做回家叫爸爸付钱。对。来，谢老师，针对他今年的运势的考量。我们今年哈，然后去年都14年了哈，乙就是木，对，你出场那一些都己巳，己就是土，木刚好克土，对，木克土，所以刚好就是我刚才讲，所有属蛇的生肖里头，就我们这个生肖刚好被克到。所以对啊，就它有金木所有的5种蛇嘛，就。里面影响最大的刚好是我们这个。那我算幸运的耶，才这样一点衰事而已。所以你会觉得，你会觉得说好像那个，那其实董建丹做任何事情，尽量就是放慢脚步。你只要放慢，很多事情就会避免。比如说，像刚才讲，也许我上那个的舞台的时候，我放慢脚步，就可以避免跌倒。然后，也许我刚才讲，我稍微放慢脚步，我稍微想到了，就想请帮我载回家，我爸爸会付钱，这样。所以有时候就变成真的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老脚步不用它慢点就会好。其实我建议你可以佩戴紫色的水晶。紫水晶。紫水晶。哇，你手怎么那么屌？对啊，你会不会带多条了？我看一下。它是5颜6色，就是紫色没带。因为也是要开智慧。红色、紫色、咖啡色是你的幸运色。那紫水晶第一个可以增强你的判断、记忆、分析各方面的能力。主要今天好多要开智慧的人。没有，因为有时候他只要稍微放慢一点，对你很多东西其实就会自然就会路就会开了。其实整体方面来说还不错。今年的运呢？今年其实是有一张就是病符星会进来。就身体健康方面所以我比较单纯，就是我都是跟大家讲说比较单纯，就是疾病伤势我尽量少去碰。你只要不去碰，我的运势就不会受影响。有些时间往往就是怎样，我其实没有那个问题，我去了以后回来以后。开始觉得不顺。如果还讲你新的年底吧哈，观众朋友们听了，你说还讲我去探病啊，也还讲去验伤啊，做嘛转了以后发现，哎呀，好像有点不舒服，觉得卡开始有感冒或咳嗽或什么，你可以试试看哈，你用7片的榕树叶或芙蓉或墨草，然后刚才提到就1小撮的粗盐、白米，还有36颗米，对然后。你把就是没有一半的热水，一半的冷水，阴阳水然后你把它用之后，稍微从头顶整个擦拭过净化以后，你也有时候运势就会重新开始。其实我就是讲说，因为你的整体运势看起来还蛮不错的，尤其是今年新的年你们开始。你的贵人运就会16年，直剧女主角，直剧女主角，趁你现在还年轻，你可以拍。6年，贵人运，你的贵人运都会特别的旺。哇，2027，他的贵人已经出现了吗？其实有可能就已经在身边了。
欣赏。杜哥，是谁？那接下来要请阿贝尔老师。其实我这边看了一下这个星宇的命盘了哈，我们今天能够看到星宇哦，大家都应该感觉很开心了。哎呦，因为去年确实他运势不好啊，但是有一个关卡了哈。但是我觉得过了那个关卡，一切都会有所不同啊。那么刚刚大家在开你玩笑说你可以演直剧嘛，对不对？其实我已经从命盘里面帮你看到你可以适合的角色，你没有办法演人类。仙女，她是仙女，她演仙女，狐仙，她要演那个类似聂小倩这样子。我跟你说，我真的很想演鬼片，而且不是要演人，是演鬼，因为我跟你讲，我戏装真的好可怕。为什么？其实啊，不是说就触你眉头了哈，就说我们从命格来看啊，其实你是有那个能量哈。那么配合这个，因为我们刚刚说了，在去年你过了一个关卡，那么进入到了一个新的这个阶段以后，其实你可以尝试一些不同的角色啊。那么从你的命盘来讲，因为冥王星进入到你的第7宫，冥王星它代表是说这种灵力的能量哈，所以呢，虽然是说不晓得你对这个算命或者说对命理有没有兴趣，但如果说你演绎这样的角色，你也能够获得同样的能量。那么再来就是说，我觉得在这个你不晓得你现在要结婚了没有？结婚了吗？有婚姻了，打算。其实我是觉得你的婚姻运已经到了，不要再，如果说你想要婚嫁的话哈，不宜再拖。老师，那我想问一下，毕竟我已经有年纪了，是那个关于那种孩子这个运势。生儿育女的运气是不是？我怕我老公生出生不出来。说不有志吗？要加2000哦，要加2000，加5000还没40，你如果要问更多的话哈，你先加钱，深入解答。对啊，你要先领钱2000块，立刻转账。因为哈你是那个有这怎么讲？就是说你多布施了哈，我相信这个部分是不用强求，顺其自然。怎么听起来有点渺茫？就是你有时候强求，搞不好不会来。强摘瓜，很多人都这样，真的。而且我是觉得你要问这个求子运的时候，我建议你先挂一下妇产科。先检查身体。对，因为妇科的部分怕容易发炎的问题。好，谢谢老师。哇，谢谢贝尔老师，谢谢。好，哇，王心玉，恭喜！感觉要迈向人生新纪元哦。连续2年呢，都是好运呢，都好运，贵人运呢，然后又适婚呢，是，棒，好像不错哦。恭喜！好，去年衰的。算是就把它补回来，值得了，可以了，补回来，好不好？好，什么台港？谢谢，来先休息，我们接下来要来艾佩老师来帮我们做测验。好，我们来看一下新的年度呢，大家一定很关心哈，我们的这个人缘运气会如何？那么今天我们有1、2、3、4有4张不同的图片啊，你可以想象一下哈，你就是呢天空当中召唤了4个天神到你家。不过呢，因为现在是 AI 时代，那么这天神呢长得像机器人一样了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机器人呢，它是好像是从蓝色星球来的，是。那周边有一些这个金色的元素的球体啊，你会选择这个神吗？还是呢你喜欢那个比较这个高冷型的这个白色的哈这样子的头发，白色的这个身上的铠甲，就是佳琪，对，他的前世，对，搞不好就是金发型的啊，那么就选2。如果说你喜欢的是这种比较后面有一些这个黄色的元素的话，那么前面呢是一个大圆形的盾牌的话，你就选3。那么4呢，它比较有一点的歌德暗黑风的。他在滑手机吗？看起来在看手机。我觉得他可能是自恋的感觉，因为他在照镜子啊。OK， 所以呢可以就选4。那么1、2、3、4选一下，我们来猜一下2026年的人缘运又如何？对，好，他们的4个都在摆拍啦。对了啊，来，老师们也一起选啦，观众朋友们，老师看得清楚吗？1、2、3、4，用他签一来哈，来，哇，我们很多人都选1哈，我们来跟观众朋友，如果说你也是选到1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在2026年你的人缘运势是如何？好运指数有80分，贵人运哈，来代表说是智慧传承、制度支持，并且呢长辈助力哦。这一张牌呢是塔罗牌当中的教宗牌哦，它代表是说，其实我们要人生要开运，其实就是智慧
要开运，要开智慧。你开了智慧哈，我相信你各种的问题就能够迎刃而解，而且要多听长辈的意见哦。那么这个制度知识其实就是代表说公司的发展，你可能会是升官大黑马。哇，所以不错哦。所以我们老师也都选到1号。来看一下选到2号的观众朋友，如果你选到2的话哦，来代表说贵人运、人缘运在哪一方面啊？你获得的是好运指数有90分，代表是获得了女性的朋友心灵的指引，并且呢获得了暗中的保护哦。对，因为这张牌呢其实是你的另外对象是女性吗？不是，没有，它代表说我们在2026年的人际关系里部分，如果能够获得女性朋友的支持哦，那代表说你是一种温暖的象征。因为这张牌呢是塔罗牌当中的月亮的这张牌哦，所以呢也代表说获得心灵的能量。那么你在2026年，如果说你内心郁闷的话，记得去看看月亮，能获得一些心灵的指引。那么不用害怕各种的状况，因为有人会暗中保护你。好，我们再看一下选到3号牌的观众朋友，好运指数获得的是100分。我们前排都选到3号最多。是，那么在2026年，你的贵人运呢是获得了社交媒体的能量，并且获得了团队的合作的机会，还有获得收获满满的结果。所以呢，对3号这张牌呢是塔罗牌当中的太阳牌哦。那么整体来讲，你看它的字句，不管是社交啦、团队啦，其实都代表说多接触人群哦。那么获得这样的能量，就不要宅在家里面，多跟你的朋友见面，多跟你的网友见面，或跟社团朋友见面啊。整体来讲，就能够获得收获满满的好运气，就会收获伙伴。是的，来，我们看到最后一个第4号牌啊，好运指数获得了70分，现场没有人选哦。一球猛，4号吗？来，也不错，也不错哈。4号也不错，来看一下，选了，获得了心灵的导师、智慧贵人，并且呢深度的指引啊。这张牌呢，它其实是命运之轮的暗示啊，也代表说2026年如果获得了一些运势上面卡关的现象，你要告诉自己，这是自我要开智慧的时刻，把这个困难去顺利解决。也许呢，你内心里面就会沉淀更多的知识、更多的经验，并且呢，也更能够笃定的走向成功的未来。以上呢，给大家做这个建议，谢谢。谢谢阿飞老师，我们都1号。今天我们真的获益良多啊，真的，哎呀，真的。刚刚老师该买眼镜的，该买紫水晶的，等下大家。反正欣赏建议的吼，按照轻量来做，轻量来做好了，反正按2026年，新的一年张亏事嘛，嘿，对，我相信按照观众朋友们今日要得多动多啊，因为有像都不用比国际级别安尼欣赏哈，谢谢老师，1年1度哈，1年1度，一期一会，是一期一会哈，谢谢2位老师，谢谢。那当然是希望新的1年了，他们中央他个顺风顺水了哈，马上成功了哈，马上成功。树川听蝉树，树川听蝉树。这个本来两数，因为亚数国的地度有两数3个的歌词。我就想说，这个怎么念？我自己都不知道。还有几讲上爱用会六强，你应该唔係講會六的。係啊，係講詩的啊。對啊，你為什麼要給陳飛找麻煩？老年音樂會，哎呀，今日的節目不得了啊！哎呀，真的，都當然的，做得有唱到一位非常讚、非常厲害、非常會創作嘅一位歌手嚟到你現場。冇錯，同 Annie 強用呢位個金曲獎。係啊。喺2015年哦，就係今年2吧。演唱我台獎嘅好樂兒族嘅天一名。天一名啊！天一名冇簡單嘅，好樂兒族每一年都會青島影畢嘅。真的啊！真的啊！比華語行得多呀！唔係啦，演唱我台獎啊，喺華語、客語係有嘅。比例來講，好樂特別多。係咯，係天一名。誒，基本嘅分享佢清醒嘅好樂化轉型。對，非常嘅好聽，大家已經聽過嘅嚇。嚟，大家先聽佢唱歌，然後好了放滿下嚟，好嚟。歡迎皮亞，皮亞。Las amigas, las amigas de sol, Carisol. Las amigas de sol, Carisol. 到厝深夜11點半，客廳的本數有偌久無拼，今仔又閣無路塗骹，我嘛無快樂，才閣拼。冰箱的
无相识，偏甲骗的人是走去对，互我起心落命，想袂起洗身躯来写袂去，煞的无雨露，一滴拢无剩。头鬃也袂干，要看你倒伫遐，这颗垃圾面也困真爽，是甲我当作啥？垃圾面爱摕3块钱啊，甲你吮，甲你吮。垃圾面爱摕3块钱啊，甲你吮，甲你吮，甲你吮，好清楚，碗拢无洗，比如是袂晓买呢。明仔载爱摕3块钱啊，甲你吮，我先来困。早起7点半起床，找无衫通穿，抬头看到一座山，上内底迄领敢是阮的衫，想袂起正早转来社会去，煞连鸡卵一粒拢无剩，头鬃也袂干，你搁倒伫遐，这颗垃圾面也困真爽。是甲我当作啥？垃圾面啊，爱摕3块钱啊，甲你吮，甲你吮。垃圾面啊，爱摕3块钱啊，甲你吮，甲你吮，甲你吮，好清楚，碗拢无洗，比如是袂晓买呢。垃圾面啊，爱摕3块钱啊，甲你吮，甲你吮。你敢知影一粒卵是偌济钱？摕来煮泡面是毋免讲。我绝对要和你分开，这种无两通食的有趣。互我代替鸡卵甲你吮，歹面啊，爱摕3块钱啊，甲你吮，甲你吮。歹面啊，爱摕3块钱啊，甲你吮，甲你吮，甲你吮，好清楚，无分无底，互你食饲料搁嫌讨济。歹面啊，我要代替鸡卵。哇！有爽吗？爽不爽？爽！哎，你知道吗？我听这首歌哦，从头到尾都是非常喜悦、非常开心的，真的哈，有那种畅快感，对不对？对啊，哎，拉萨米亚，拉萨米亚，咖喱笋，对对，拉萨米亚，你讲拉萨米亚，你讲拉萨米亚咖喱笋，我跟你讲，你别跟他笋啊，笋就是一个，就是那个，就是拿条状物。打人，条状物有很多种哎，对啊，是短短的条状物，是粗的还是细的，还是长的短的？应该是比较细的，对不对？哦，因为像我是小时候被妈妈拿撒就秀谁啊那种东西啊，对对对，咖喱笋笋短哈呢。我们客家话叫做修诶，做修诶，修嘞，修下衣，修下衣，修下衣。哎，我们这种撞声词还蛮接近的，是真的真的。哎，恭喜 Pia，Pia 先跟我们那个观众朋友问好一下。好，大家好，我是吴天啊。哎，懂标准啊，懂标准哦，很标准哎。我其实客语真的不太会，但是我之前有学了一句。真的吗？对，就一直在我的脑子里面有印象。到要700块的那种。我也不确定，帮我听听看是不是对的。分享一下。女女的吃扒冻或谁？大家都是学这种，这是黄宇涵教你的吗？对，哇，这个新专辑来了，我们 Pia，谢谢，哇，你这专辑发了一张粉红色，新的台语专辑，这标题很爽快啊。对，离婚初体验，离婚初体验是怎么样？离婚初体验，其实是亲身经历，但是我这个世代蛮多朋友，其实大家也都历经了这一个人生阶段，真的吗？对，你说离婚吗？我觉得是因为现在大家对于婚姻的观念可能跟以前的世代有一点不太一样，对，改变磨合不来的时候，真的没办法，大家都做过努力的，只好这样。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某台主持一个节目的时候，我们那个主题是聊到结婚的幸福快乐的日子。那时候还是粉红泡泡，是不是？对，你有来上过对吗？对，我还上大牛哥的节目，我还跟大家说，哇，结婚多快乐啊！我真的是每天粉红泡泡，
我今天还是带了粉红色的啦。对啊，他就是很反差啊。对对。离婚以后还是粉红泡泡。我要跟大家说，是故意的。你现在单身很快乐，是不是？是，一个人躺一张大床，自由自在，就快乐舒服，没有束缚。我想要跟大家分享是，这张专辑其实是有点记录从倒叙的感觉了，从离婚之后。然后到离婚 ing，然后到刚结婚甜甜蜜蜜，所以它其实是一个人生记录啦。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人生阶段嘛。没错。对，所以没有正面负面，就是单纯是一个人生故事、生命的记录，让大家透过这张专辑可以感受到各种酸甜苦辣，在不同人生阶段都有。我觉得你很棒你所有的歌曲都跟你自身的经验很相关。对啊，其实我就写生活，这就是我的生活。因为我之前听过他就是跟他爸爸的故事，叫成功什么，我就成功的人啊，成功的人啊，对啦，安怎是成功的人？就是希望我的爸母的心肝内底是一个成功的人。所以是父母也是反对你走这一行，还是非常反对？哎呀，为什么他为什么会反对呢？他们就觉得我走歪路。我啦，就是这应该。我这个怎么办？我这个不是更歪？你是巨星呢？对啊，没有还好你没有走太久，你一出来就红了啊，对不对？就是你要是还有就颠沛流离一下的话，可能爸妈就会担心。不过还真的，我以前要出道之前，我爸根本不知道我会唱歌，他就希望我好好读书啊。然后后来是我哥偷偷帮我报名，我去参加歌唱比赛，然后就出来了。出来以后，然后就得冠军，然后回到家乡，然后还放鞭炮，沿路放鞭炮，哇，红布条，全村吃板豆，哇，好快乐，连县长都来了，苗栗之光啊，很厉害。所以他就觉得后来有面子，在善义走路是横着走，真的是螃蟹吗？大家都让他罗斯峰的爸爸这样出门。所以这一张其实我知道人生当中啊，安尼几个沙飞，很多人应该都会有这种都有两种经验啦，把某一些人的这一些发生，他自己的故事写出来，然后婚本来就是可以结，也可以离，对啊，但还可以怎么样，你知道吗？怎么样？重婚哦？不是啊，婚可以结，也可以离，也可以。一支一支一支的点，一支的打，婚是安尼吗？哇 ，get 不到 ，get 不到。但我很想学。一支一支一支的点，酒一杯一杯一杯的打。还是不是？刚才会晓两句，是不是？我发现啊，哎来，可以教我怎么念吗？当然做得咯，当然做得。哎呀，做得，当然。很多离婚出体验，为什么语塞？离婚出体验，出体验。体验，出体验呀，离婚出体验。哎呀，他学的真的很快，他好有语言天分，很厉害了。难怪歌会唱歌的人，其实他在语言上面都非常厉害。都秀啦，他很棒，他真的很棒，而且他曲风很多变，对，就是听的音乐是很广泛的。就是一个怕无聊的人啦，什么歌都想做人就是要这样子啊。你朋友一定很多，对不对？哎，确实是。做一张专辑，好像你单一个人，你会觉得很孤寂、很寂寞。这次就是特别觉得孤单，所以找了很多朋友一起来。找很多朋友一起来玩吗？对啊。like 壮胆加持。像这个金曲歌王周志崇。还有今年的金曲歌王陈以恒，罐头塔，对，然后还有我们原住民歌手苏米恩，对，还有一个新锐的女 rapper 叫做瑞莎，I know，对，然后还有我们乐团圈的好朋友夕阳武士这个乐团的吉他手王丽。再来就是我们客语界的这个演员兼歌手范丞丞，文青少女，是，范丞丞应该会开心吧？灵气少女。所以你今天是邀请到哪一位呢？这么多人，今天的名单叫你来到这里，当然嘛是爱请一个客家人，啊。罗哥猜猜看，以上谁是客家人？刚刚 Pia 说的人里面，苏米恩。孙命吗？他绝对不是客家人。对。但我们原客一家亲。原客一家亲。罗哥其实其他都忘记了。
没有关系。他刚刚有讲到谁？瑞莎、王力宏嘛，对不对？王力、陈以恒、周志崇，哎，还有范丞丞，范丞丞客家人啊，係啊，嚟下啲節目歌嚟啊，有啊，叫放下轉戲啦，有啊，對啊，當厲害啊，弄丟的方式啊，要去演，係係啊，阿哥要去唱，係重點嘿，上了獎，哎。我帮忙客气，哎呦，这句要讲。哎呦，真的，所以你今天邀请到他来跟你一起合唱的，没有错，因为这次专辑里面也有一首歌，就是台语跟客语 mix 的歌曲。OK， 所以你这张不同语言的合作，对啊，而且我也第一次在自己的作品里面尝试唱客语。我明明的不是客家人哈，不要紧啊，但是就是透过这个学习，我觉得很有趣，大家各种文化交流很棒，真的，对啊。而且刚刚罗哥听完第一首歌，就说这金曲奖这一定有，我说当然，谢谢。好，那我们就先来邀请我们的客家文艺美少女范丞丞来用他来合唱一条歌，对，这次要跟范丞丞一起带来这首歌曲叫做。树产听产树，哎呦，会溜的哦，讲会溜啊，树产听产树，哎呦，绕口令哦。树产听产树，树产听产树，树产听产树，西拉产，西拉产，树产听产树，树产听产树。是热忱，早知影缘分若无，人着离开是必然。爱情的尽头敢是春，野花甲苍白。若是定来一摆，人敢会选同款的路？爱甲激情搁找讲的手纸，想起翕当阵，咱什么路？心中插佛下荣耀，搁入来每公夜，去讲也不来，每讲啥总爱有些占有人。心中插佛下荣耀，去讲啥来每讲人，去讲也不来，每讲啥总爱有些占有人。树产听产树。树产听产树，树产听产树，是热忱，是热忱。虽然讲分开了后，得爱祝福对方，不过爱情的最后迄句话，嘛拢凊彩讲讲。若是另来一摆，我决定选同款的路。想起翕当阵，咱做阵手条。心中插佛下荣耀，搁讲啥来每讲呀，去讲也不来，每讲啥总爱有些占有人。心中插佛下荣耀，搁讲啥来每讲人，去讲也不来，每讲啥总爱有些占有人。占有人，心中插佛下荣耀，搁讲啥来每讲人，搁讲人来每讲啥，总爱有些占有人。心中插佛下荣耀，搁讲啥来每讲人，搁讲也不来每讲啥，总爱有些占有人。
树，树产庭产树，树产庭产树，喜热产，喜热产。我看到了范丞丞 ，thank you，thank you。哎呀，你好，哎呦，欢迎又来到你的节目。太忙，跳魔汉，又会主持 podcast， 对呀，又会主持广播节目，然后周一业务挺多嘞，挺多嘞吼。哎呀，是讲按多客家讲什么的，你做嘛要亲近用，哎呀，用无亲配人。对啊，客家的歌手很多哈。俺咧唔知呢，因为我去家咩冇离婚嘅经验呢。係啊，你家冇結婚，重點咧。你冇結婚？嚇，還忙呢。還忙啊，係啊。哦，還忙之前我離婚呢。冇呢，我就唔知佢說買錢嚟。哎呀，對呀，你為什麼會跟陳飛合作？客語現在其實很多優秀的歌手，甚至很多漂亮的妹也都有啊。為什麼你不找啊？對啊，like me，這個是 me。like her。對啊，金曲歌后。沒有啦，客語太多人才了。那之前也透過一些客家活動，也有跟其他的客語的歌手合作過。那跟陳飛認識是也是因為陳飛之前有發一張專輯，對，然後我其實有幫助他幕後的一些工作，弄丟的方式，沒錯，對。然後之後我製作了其他台語歌手的專輯時，對我有就是引薦陳飛，對，跟曾麗欣合作這樣。那我那時候聽到陳飛的聲音跟創作，我就覺得。就蓋，你就蓋，對，很喜歡我的菜，哎呦，是不是很有劇的感覺？那我們就此結成。離婚以後就變性了？我就2婚了。對啊。哦，那先恭喜啊！那誰要當男的，誰要當女的？那沒有差啦，對對，愛無性別之差，好不好？我就一直想說，我自己的專輯一定要找陳飛合作一首歌。那因為《樹產藤產樹》這首歌是原本好像就是客家山歌的詞牌。那他就是在講述說，這個樹跟藤啊，是這個緊緊相思交纏吶，就跟婚姻一樣。OK，對。哦，你很厲害哎，還有去做研究。有哎，因為該用是給本來兩樹，因為亞樹歌的地度有兩樹三歌的歌詞。嘿。我就想說，哎，這個怎麼念啊？我自己都不知道。還有佢講上愛用會六強，會六強，你應該唔係講會六的。係啊，係講西的啊。對啊，你為什麼要給陳飛找麻煩？就是這個詞牌那個時候找的時候，其實是製作人柯志豪老師建議我的。哦。對，他說，哎，你可以做這個，對，豪神做這個創作。然後我就找了很多資料，就發現，哎，這個詞牌其實是海陸腔。對，比較穩一點。所以你聽得出來，這是海陸腔，這是事件腔。其實腔調上有一點不一樣，你覺得海陸腔唱起來感覺會比較好聽的感覺？感覺比較咬牙切齒。對，感覺咬牙，因為它有捲舌音，比較咬牙切齒。對，就比較有韻味了哈。對啊，對，配在這裡，哎，真的，剛剛那首歌我聽到也是。有點麻的，但是沒有給馬皮啊，就有點麻的。還是你神經不太通順，突然是有可能年紀到了。今日有加油啊我。阿妹呢？哎，很厲害，因為要挑戰，而且一般都會從四線歌入手。是。你居然就直接海陸來了，我真的而且還去做了文化研究，對不對？真的，而且我發現很多客家鄉情可能唔低哦。因為在 YouTube 上面，我是從 YouTube 上面學客家，就是客語咬字，然後這個海陸腔其實資料也沒有四線那麼多，是，所以我是看 AI 學的，有一隻貓 ，AI 現在還蠻準的，有一隻貓咪教我怎麼樣念海陸腔，哦，真的，對。所以你看現在時代進步，你看多厲害啊！真的呀，連貓都會教你。AI 你給它輸入客語詞，它還可以翻得很準，哪來的？哪來的野貓？對啊，他還跟你說跟這次的專輯是跟柯照老師合作嘛？對。然後柔米也有合作，就對了。對。你說叫這一首歌。那金錢沒有同意混。合唱歌、合作歌，哎呦，你看就是傑出人才啊，真的好厲害啊！大家很傑出，帶着我飛啦，大家帶你飛，大家一起飛嘛，就是讓大家可以聽到很多不同的這個音樂節目。剛剛那一首歌真的，我覺得這樣你看前面就是用那種二胡這樣出來，對，戲曲感。二胡用不好，有時候會有點。
歪去安尼。会怂去啊！而且你很我不是说的，不是啊，他根本没在听你说话，没关系。真的哈，我们宝玉老师在放空，会靠很重要啊。你在买东西啊哈？OK， 就是刚刚我说这个音乐听起来就是真的很棒，很舒服，它是很特殊的一种。他之前做那个曾立新的制作人就很厉害了，因为曾立新他的音乐里面有很多的歌仔戏或者是南北管的东西在里面，其实很厉害，董立辉啊。是，我觉得这个也是安尼客家乡亲朋友大概的福气啊。做第二集节目唱到懂得后堂的歌曲，这真的懂好懂赞。对啊，而且他有好搞，对，他在金鹰奖的那个之前有做金鹰奖的表演的，还用很多各种语言去做表演。对啊，2024年我们做了一个就是后台直击，其实就是金鹰奖的红毯的概念啊。然后我是主持人，那时候为了要做一个opening 一个开场，所以我就简单写了大概1分钟左右的歌曲，然后里面就有台语啊、有客语、有华语、有英文，把它混在一起这样。那当时我有金鹰奖的精神，现在记得吗？对，那还记得吗？那个歌忘记了，结婚今年，结婚今一下也没就一拜了不啊？哎呀啊！不过那时候印象很深刻的是，我有请教哲伟哥，就是教我一些客语，对，因为客语的创作，对，感觉有一些用字其实也是不简单的，对，所以那时候我记得有一个字咬好就倒音了，对，好像是什么创作海，就是创作海，就我想要写创作海，创作海，对，因为我那时候想要写就是无边无际的创作海，是，对，就用了这个字这样。是，就是其实也是都会有，像华语也是有4音嘛，对，有那个音调。外国人就是可能会听不懂中文怪物，你看很多他说欢迎光临，他就会不知道。他说我去那个 7 去哪里的，我听到那个店员都欢迎光临。对啊，所以他就会觉得说是欢迎光临，对啊，为什么是欢迎光临？什么一声啊？音阶的是不是？对，误解了。对，客家也是有一些这种客家音更多，7音还是9音？真的是很不容易，因为我最近才开始努力上台语的认证课，对，也是在学这个台语，应该本来就是母语吧？还要上哦，也是要上，因为想要知道那个。上健康的那个音量呢，因为它也是音调。什么金光公公情，什么意思？腮后把鼻，这种。台语也有8音啊，对，8音。冲掉没赚了？赚了。今天发行新专辑《离婚初体验》，对不对？是。还要再带来专辑里面的歌跟大家分享。好，接下来这首歌是我大概。在台北做音乐大概15到18年间的一个新生，也蛮久的。对，那这段时间我觉得我浪费了很多时间在这条路上。浪费？对。为什么？这条路叫做家人路2段。2段。哦，那就他的。对，因为他车嘛。全台北市哦，上塔的就是家人路，对不？哦，真的哦。对。这经过统计，这是经过统计过后。哦。台北是最塞，每天的车流量最高的就是基隆路。哦，真的。对，所以我就觉得我一半的青春都在那边塞车。哦，有一个隐喻在那就对了。你是这样没事就站在那里。没啦，因为就是大学毕业之后来到台北做音乐嘛，那很多时间就是可能在台大或者是那个6张犁那附近。你还台大了？没有啦，我的朋友。对，然后就是大家会在那附近吃饭啊、练团啊，对。然后现在就是身为有车阶级了，是。那常常会走基隆高架，对，踏底下，对。然后看着满路的红灯，我就想说，哇，我的青春什么时候才可以？不要继续浪费在这里，何时才可以下交流道？对，何时才能回到家？然后就写了这一首歌曲，好有味道哦。那你呢？你什么时候要出唱片？哦，现在快了吗？在这个筹备当中，真的吗？对，准备中。对，准备好再来，好，再跟 PR 一起，是不是？对，反正大家都是这样互相利用起来，对啊。所以也是没有放弃歌唱这一条路。对，还是很持续，还是很持续的。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要坚持啊，对不对？我这么老了都还在玩。对啊，对不对？都还在弄，还在搞，对，就是反正就人生嘛。对啊，对啊，就是要为自己找一些有趣的事情。罗哥比较少路过基隆路2段啊。
真的吗？对啊，我他差不多都是那个总统出来的那种概念，对吧？一路绿灯，是这样，一路吹到底。这个，好啦，好，那就要来听 Pia 的新歌嘛哈，基隆路2段，基隆路二段，来讲吧。怎么？基隆路二段，基隆路二段，来弹看啊！唱一条幽闷的歌，是心事啥人知，也是酒后的心声。为怎样我的生活，亲像黑暗的台北市，一直读车，转去的路要安怎行？若我的人想困伫家人路一段，若我的梦想困伫家人路一段，应该等你，也是要离开这，我不知影，选倒一项拢是运命的借我。我的青春伫采光的家人路一段，哭到无声伫吵闹的家人路一段，应该放弃，也是坚持，予你听到阮的声，唱着你心内迄条阮的爱歌。选一条新闻的歌，是无如卖熟悉，也是爱着才知听。为怎样我的心情，真也台北会雨袂停，看无人影，小无的路要安怎行？若我的人想困伫家人路一段，若我的梦想困伫家人路一段，应该等你，也是要离开这，我不知影，选倒一项拢是运命的借我。我的青春伫采光的家人路一段，哭到无声伫吵闹的家人路一段，应该放弃，也是坚持，予你听到阮的声，唱着你心内迄条阮的爱歌。唱一条阮写的歌，不是茫茫到千间，也不是落雨声。搁安怎？时间继续咧行，有一天你会想起我的歌。